我们看这一章，蕅益大师他讲这段话的内容太重要了。这个蕅益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第9代的祖师，他智慧太圆满了。修持的正量太高超了，我们都很赞叹蕅益大师，他讲出来的话内容很精辟、很奥妙，对后世的影响很深很广大。他跟我们介绍末法年代的众生，你看他说不参禅不邪教，有的人呢要学禅要禅定就是不受外境的影响，外面的环境怎么变动，他的心如如不动。定就是我的心不会妄想，很专注的，一心一意的，叫做定，不会打妄想，不会散乱心。就我不参禅了，我也不学教，不学习那些教派教理，我也不学，我不参禅，也不学这些教派。弥陀一句真心要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是真心要，是真正的重点阿弥陀佛一句，因为这是阿弥陀所修持的功德嘛，他为我们众生舍身舍命，付出一切的代价，他就是浓缩，把它集中在这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佛的核心价值。不谈玄不说妙，你看嫌奇古怪的事情不谈啦。我们佛教不提倡这些，那些很微妙很奥妙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谈。这个人多么神奇啊，讲的话多好听，有很大的功德力，这些都不要谈，不谈玄不说妙，知道吗？数珠一串真风调，我们的念珠一串念珠，每天就在拿着就念佛念佛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是真正的非常风趣，而且你随时随地跟佛的心就紧紧的靠在一起，这种意境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别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的。所以你看我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手上拿着这一个念珠，我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我有念佛的时候，佛光普照佛力加持我的业障消了，智慧开了，我享受在那个法位里面，佛陀加持的那一种佛光里面，每天华喜充满，那种氛围那种意境，跟佛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跟那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吗？对不对？所以这叫做风调，任他记由他笑任别人怎么嘲讽你啦，取笑你呢？哎呀，那是他的事无所谓，由他笑，也就是尊重他，怎么去取笑我，他藐视我，没关系，没关系，你笑，任你笑吧，我尊重你去笑我，我就好好的念佛，我还是一心的投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任他记由他笑，念不成息亦不掉你看你念佛的时候不会昏沉，你念佛你要记住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面想得清清楚楚，不会昏沉，亦不掉，不会打妄想不会胡思乱想，想东想西的，想天想地的，想过去想未来，你不会不会受到干扰。你只要一念佛，佛号一起来，这些杂念妄想散乱心就不见了。昼夜称名是佛望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我们称名念佛念佛，我发誓绝对不敢忘记不敢忘记，因为这是他力念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只要你一念佛，就是要靠佛，我们念佛就要一心，不要二心一心就是我看着佛的方向，我一念佛，佛发愿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我就看着他的方向，佛已经成佛了，他有能耐，他有本事，他有智慧，他有慈悲，他有愿力，所以他发的愿最主要是对众生的承诺，他愿意救度念佛的人。那我们看他的方向，我就很有希望，绝对有把握，而且信心十足非常的充足。所以你看，你一心就看着佛的方向，不要转回来看你自己，看你自己就完蛋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业障深重的人，杂念妄想特别旺盛的人，
你看你在世间里面呢，那个贪求的欲望太强了，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你的心就糟糕了，你永远都没希望。你应该要一心，就是我们一个方向，看到佛的方向就有希望，就绝对没有问题。佛不会辜负你的，佛永远不舍弃你。所以你看，不管是白天夜晚，你只要称名念佛号，发誓我不敢忘记，1分1秒我都摆在心里面，念念不忘。专待慈尊光里照，你看他专就是诚心诚意的在等待我们慈爱的父亲，他在光里照，他那个名号的光明直接就接引你了。知道名号就是光明，光明就是名号。我只要好好的念佛，他的光明普照着我，以后我一旦往生，我就跟着这个光欢欢喜喜的，很自在啊，不起烦恼，就是一心的跟着佛走了，到极乐世界能够花开见佛。所以各位，蕅益大师告诉我们，蕅益大师第9代的祖师，实际上他是菩萨的化身，是佛的再来人。他来世间就是要把这个最重要的道理来开示给我们末法年代的这些凡夫众生，让大家知道。尤其这一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别人对你什么看法不会在意的，批评你、赞叹你，或者取笑你，或者藐视你，或者是看不起你，你都无所谓。我只要念我的佛号，专心专意的、诚心诚意的就念佛。你能够这样子的话，各位，那你以后一定成就感应道教。今天就念这一章，跟我们的常住法师、我们的义工朋友我们好好来结这个善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